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繼續同大家玩嘅係 RX-782。呢盒模型雖然係2024年出品，但佢原本嘅造型係40年前嘅造型，只係用而家嘅技術去重新製作。盒面仲印有45週年嘅 logo。呢場一年戰爭一打就打咗45年啦。盒嘅側面仲寫咗不變嘅形式，堅實嘅進化，保留以前1:144高達嘅外觀，然後用而家嘅技術去重新製作。呢盒模型唔需要用膠水，仲有顏色件，同埋唔需要工具。40年前嘅係單色，而家進化咗就有顏色。開箱，裏邊有2包板件，同埋一張說明書。頭部可以360度轉，上下唔可以喐，上臂可以平舉90度，前臂可以彎90度，手可以360度轉，腰唔可以喐，腳嘅前後只可以喐到咁多。
腳掌只可以小範圍嘅轉動。今次又夾硬擺返個細膊 pose 先。攞埋隻舊版出嚟做對比，舊版我都係用素組，我冇黐膠水嘅，所以會比較鬆同埋好易甩出嚟。手腳正面都可以見到佢嘅分母線，而身嗰隻正面係見唔到嘅。腳部嘅可動同身嗰隻差唔多一樣，左右合件中間條分母線比較明顯。呢盒再版嘅 RX782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